我哋戲劇台即將為大家呈現精彩劇目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寶血幼稚園即將舉行運動會，高班2嘅小朋友都努力積極咁練習。今日係跑步練習嘅第一日，佢哋表現得好興奮啊！小朋友們排好隊準備做熱身運動，大家都好有精神。不如我哋大家一齊睇下佢哋嘅練習情況啦。1、2、3、4。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小朋友，今日我哋要開始練習跑步啦，你哋有冇信心啊？有信心。我準備好啦，我最鍾意跑步。我都係啊，都好鍾意跑步嘅，我哋一定贏呢場比賽嘅。跑步冇難度，我成日都會同爸爸媽媽練習跑步㗎。睇嚟大家都充滿信心，我哋開始練習啦。小明、小欣、小美，點解你哋冇晒心機啊？我跑步跑得好慢，我驚我會輸啊！我跑兩步就會跌，我驚我會輸啊！我都係，我成日跑兩步就會跌，我都係唔參加比賽啦。哦，原來係咁，不如我揾高班2嘅運動小健兒幫下你哋啦。小明，你唔使擔心太多啦，只要我哋每日堅持練習，就會一日比一日進步，一日比一日跑得快。好啦，我堅持練習啦。唔好難啦，各位，你真係跑得有啲慢喎，但係唔使攰啊，第日都會陪你練習㗎。好啊，好啊。好攰啊，我要坐低休息下啦。小欣，我哋啱啱開始跑步，你就覺得好攰，你今朝有冇食早餐啊？我唔鍾意食嘢，而且有兩份豬，所以我唔食嘢咯。小欣，均衡飲食好重要，我哋每日都要食早餐、午餐同埋晚餐，仲要按照食物今次測試嘅種類同建議分量去進食，先會有足夠嘅體力去做運動㗎啦。你琴日跑步好似跌親受傷喎，有冇事啊？我同意，跑步嘅時候失平衡跌倒，我而家好返好多啦。不如我哋教你一啲跑步嘅正確姿勢，咁樣更容易跌倒啦。平時跟前面嘅小朋友，不如你哋起身嘅要位同小明一齊學習跑步啦。大家跟我 on your mark， 一隻腳前，一隻腳後，轉下手指 V 型度兩個手位。當講到 set 嘅時候，全部提起，重心向前。當講到 go 嘅時候，雙手推離地面，雙腳用力起跑，雙手前後擺動 ，go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哋要注意跑步嘅安全姿勢，練習多啲就會做得到啦。高班2嘅好朋友，多謝你哋嘅鼓勵同埋意見，我哋而家充滿信心，可以一齊參加比賽啦！等我哋啦啦隊一齊為你哋打氣啦！天天練習做運動，飲食均衡我做到，運動規則要遵守，安全第一，攞分耶！我哋仲有一隻歌送俾你哋，就係我要健康。
願你身體百強，要做好準備，表現係有益到人哋身體健康，舒服安全，大吃得多活，別再貪靚得足夠變得都見你，做運動也不可笑，輕輕嘅體操，身體個個個天天亦都多。睇嚟大家經過1個月嘅練習，有嘅學生都講了有自己嘅運動會，我哋要一齊加油啊！加油！